今年第一個節氣立春即將到來，可以把握呢重要一日開運。最強開運方法，只要按照5步驟，就能捉住發財良機，主財水，催財運。一、需要預備168蚊硬幣及擦洗乾淨，亦可沿用舊年嘅錢幣。二、將硬幣與吉日吉時放入約8分滿嘅水中煮滾之後，再多滾1至3分鐘。三、將煮滾嘅財水移至立春當日嘅財方正東方，推薦可以客廳為主，讓精氣分散之後靜置1個鐘頭以上。四、等待財水冷卻之後，裝入有加蓋嘅容賓中，並用紅紙寫上立春財水及自己嘅姓名貼喺瓶身。五、硬幣則可以放入聚寶盆、存錢筒或者存入銀行。最後財水可以放喺大門後地上或櫃子內、明財位、收銀台、保險箱或者流年財位。煮財水有3點注意事項，千萬要小心。第一點，財水不可飲用；第二點，小心滾燙熱水，敬請注意安全。第三點，可以將舊年嘅財水倒入家中盆栽、廚房水槽、漏水盆或者魚缸即可。鍾意我哋頻道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